今年嘅香港春季電子產品展同埋 InnoX 會由4月13號起1連4日喺灣仔會展舉行，等我帶大家睇有啲咩睇啦。今屆春電展同埋 InnoX 有超過27個國家同地區，2800個參展商參展，全世界最新最勁嘅新科技新產品都可以睇到。不過講到現場必睇嘅就一定係今屆首次加入嘅 RoboPark， 有超過100隻機械人，入到去就好似入咗未來世界咁啊！之前咧都睇過好多次有隻機械臂沖咖啡嘅，今次咧就成部機械人沖咖啡俾我飲啊！香港都有代表㗎，呢一隻咧就係完全由香港設計同埋製造嘅 AI 機械人，大家喺日本咧都可能見過佢送餐或者做其他唔同嘅服務㗎。聽講呢款港產機械人嚟緊仲會喺電視劇 IT92做主角，大家記得留意下啦。咦，等我叫個機械人攞翻包士多啤梨百力滋俾我先。呢隻 AI 機械狗識得聽指令，仲有自己嘅性格。現場仲有勁多唔同款式嘅機械人，隻隻都有自己嘅專長，可以應用喺唔同嘅場景。連捉賊都得啊！最新科技又點止得機械人？呢部未來交通工具夠晒有型，如果第日真係可以試下揸住佢飛上天就正啦！我成日行下就腳痛，呢個機械輔助骨架啱我用喎。當然都有啲貼地啲嘅嘢睇嘅，好似近年越嚟越多人用嘅智能家居，已經發展到有勁多唔同功能同造型。而家興 Y2K， 打返啲復古 game 就啱晒啦，大中細機都有，隨時玩都得。現場真係有勁多新嘢睇，行咗大半日，一半都未睇晒。展覽咧去到星期4啫，大家快啲登記免費入場證，親身體驗下呢啲最新科技啦！一起同行60載，60年繼續向前，慶祝 HKTDC 60週年。